來看嘉義縣的義德鄉，初八暗時，一阿姑帶3歲孫仔行佇路邊，為着要閃一台路邊違規停車的貨車行去車道，結果阿姑互車弄死，孫仔重傷，還有性命的危險。大哥停停。這樣講沒意思呢。救護人員趕到現場，嚴密了解現場受傷民眾狀況。嘉義縣的義德鄉，初八暗時要10點半左右，發生一件死亡車禍，一名48歲查某人甲3歲囡仔，去互一台車位後壁弄到，造成囡仔重傷，48歲查某人過身。現場為自小客與行人發生事故，傷者2名，分別為女48歲歐卡及3歲男童，肢體受傷。給予救護處置後，接送往長庚醫院救治。爺來啊，哎，啊，一隻就我台車，囡仔一隻啦。對。啊，車都弄回一個，一個弄到呀。車禍的發生是這對阿姑甲孫仔為着要駛過路邊並排停車的貨車行去哩車道所引起的。根據警方的調查，駛車弄着人的駕駛無注意頭前的路況，違規停車的貨車司機嘛是佔用行車空間，兩邊的疏失才造成這站不幸的車禍。一名男子駕駛自小客車沿163線行駛，行經該路口時，因未依規定減速，且未注意車前狀況，撞擊當時在路口外側車道停留的一名女子及一名男童，兩人遭受撞擊後，再擦撞到路旁的違規停車自小貨車。警方表示，發生車禍的所在陸地國光，駛車的車主哪會無看到車路頂的2個人？伊經過檢測，無飲酒也是極度駛車的狀況。目前針對車禍發生的原因，還有肇事的責任，都需要詳細來調查。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